係啊，各位聽眾，嗰陣歡迎到嚟收聽，邊好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講話啲是選舉，即係往選舉嘛，你是經嘛，可能經嘛，所以我後尾攞獎色嘛，你選一邊紅色是選隻色，是可能經選舉咯。然後介紹我特別嘉賓，我特別嘉賓咧，就一隻英咧，你嗰啲Google Meet 入邊出內人咧，出阿龍加阿岑立山啊，阿岑立山個冇開 camera，所以阿岑立山個調。岑立山唔使高調，未必走去啊。唔知管嘢。有一個 clubhouse 入邊嘅人啦 ，clubhouse 入邊嘅人有南西啦，博金店啊，個有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加band東加叉米粉，主要是群嘢咯，叉米粉，冇啊，嗰個啲個，你哋看 result 本條招。一個差別好。你安怎嚟寫字啊？你有人係大兵？阿蕉？冇啊，真冇啦。講 case，OK，嚟學人講嘅我俾知。當今我人今日節錄音嘅節就是我人選舉嘅名，所以選舉嘅名咧，就是即係面講嗰個 result 啊，出選到。係咪咩啊？所以我講呢啲單調啦嚇，攞嚟看到，攞到啲看到啲website 看到 result 是咩？係報告。係俾我 remind 人講就是話人講嘅，有件事講選舉，唔是講政治 ，OK？你係歡喜你自己選到嘅人，係極少冇選到嘅人，選唔到嘅人，特別即係有件講嘅話題是咪講選舉？選舉最人，你阿龍你選舉選幾道啊？3道。哦，3道啫嘛。知道第3道咯。G15 到14 13。對，我有啲馬來西亞時候選過一道，係咯，啲 Korea 調啲背段去攞日選過一道，係咯，一道是夾段3道咯。哦 ，OK， 你做 host。各位聽眾朋友，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嚟正今日我跟 podcast 嘅錄音啦。正往是一個月錄音一道呢，因為咱人嘅大主是真無閒嘅啦，所以我一個月錄音一道是暗暝即馬來西亞點先10點落到6點啦嚇。你講即人仔啊，是要介紹是幾？突然就講選舉係咪？唔是，咱講嘅是選舉啦，是嗬。咱是賣講政治嘅物件啦，咱講選舉嘅一個經驗嚇，看咱講，咱一世人裏面選幾道啊，係咯，咱選大道有拄到咩趣味嘅事啊，係咯，我是選嘅點是咱心情運啊。我前面嘅梅浪嘅阿龍，你使叫人講就是我唔捌運外在呢個嚟呢嘅，我其實我唔嚇，我呢邊無道，第3道無，見即道無呢啊。So，來，咱有請南西來，我就塞啦，你點叫我塞叫佢咯，南西來，點佢啊？係咯，塞佢來好啊，知唔知？我塞佢來，要點塞佢啊？我你對下我冇，你是你點塞佢來我定？哦，點塞佢都要平成。我選了3道到4道以前以前我有選過嘅，是這10年咧，我已經出事咧，我就無對去選 ，because 我自2016我換了我地址對來，我 IC 地址嘅啦換來先㗎嘛，แล้ว我2016是我有去 update 我嘅地址，愛換對來是嚟我先㗎選，แล้ว嘛啦在嗬，2019嘅時我換了2018有一道，迄道嘛嗬，我本是啲太平。了一道本是啲太平，伊本是咪講換對來。我本時我同你講上嘅，就可能唔係先做唔做。對，伊無 update 我嘅 data，我先去學。driving license 啊，我 driving license 嗰時1990幾年喺一個地址嘅，我唔記得恁爸都換2、3道嘢啊。我一道對於馬來西亞去換我嘅 driving license 點先啊？伊就是學我嚟過嘅，我唔樣做乜事嘅，你講你咧？你講哦，不就達到啊？你 computer 咧alamat ini saja。Yang kau tak tahu yang anu, kadang tak tahu.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當時的 YB 啊，嗬，我會直頭去除咗 YB 啊，我知道冇插啊。你而除咗家係 YB 想你講到破咯，佢會聯絡喎。老是係咯啊，但但係係有啲會驚見啲咁崩會跌頭嗰時候，有時有啲咁崩會跌頭嗰時候。對了。哦，我唔是要 update SPR 嘅 website，because 啊，這邊啊是安尼就US，let's say 啦 US 啊 ，for example，伊人如換地址嘅時啊，伊有講 do you want to update your electoral roll 嚟啦，所以伊直頭做 automatic，伊直接每路嘅，有時講愛咧，伊要做 automatic 去錄，特別路會家己去 update 嗰啲，你知？都唔制嘅，我邊度唔係你即係maybe 是 separate 錄掉 update SPR。SPR 我本時看到。對啊，這種嘅錄會三擺錄合，錄時合，錄時錄唔知啊，隨下命了嘅。哦，伊是 rate 啦 rate，冇人知啊，真係。我係公司 SPR 就有人咧，我有朋友拄着。伊唔是不是換地址，我有朋友咧換了 IC automatic 換嚟整㗎。你快時諗講先啦。特別 sorry delay 特別阿龍有人嗬 delay 數嗬，特別有人嗬，我上位朋友是換了 IC automatic 這邊甲選去，伊下面本無做到嘅，伊無去 SPR 換下面本無下面無 update。係你 office 有 update 咯，意思講係你 office 要做工嘅人。是咯，我冇得知，無伊下面本無做，下面 office 伊下面無做，伊個那換 IC。嚇，係你 that particular 應該是你講你嘛 office 要做工啦，你明應該是你講個對嘛？by right 啦 ，by right 掉。SPR 我就是去 SPR 邊個換咯。滿是未？未本，我本唔知究竟係咪少。安尼幾年啊，10年來咯。以前地方我是有嘅，我當時我驚未出事，我無囡仔嘅事，我真方便，我是會轉去嘅。有時尾我會記頭時，我會驚無都真誤會爾，我翕到下一小細漢咧，安怎去落去，因為我紅啲阿羅沙度，我太平，我直接內邊愛走兩嚟。你頂一屆吼，我紅是有影是開了千幾個飛機票，飛對去選嘅。我本時咯，我頂一屆咯，頂一屆2018年一屆咯，2018年我本時掉啲過嚟背段嘢咯，而家就感動咗，because 而家是一人只安尼幾年啦，頭一道有歌啦，有 MTV 啦，樣個了嘅 manifesto 人個都聽啦話抓會個都來啊，迄一道咯，印尼咖喱啦嘛，一道。自學非常低。印尼咖喱啦就是一道咯，一道是頭一道人叫到全世界嘅馬來西亞人 please 對流嘅啊，係咯，但人看到啦，半講哎呀，是啦，印尼咖喱啦是嗰一屆啦，印尼咖喱啦唔是這屆，嗰一屆嘅做機嘅，你記？做國機嘅，印尼咖喱啦是冇贏嘅嘛對。冇有贏，只講100一道咯，唔是只講100，嗰一屆。印尼咖喱啦 is 唔是印尼咖喱啦，是 before 只講100已經有了嘅，即 slogan。是啊，嚇你冇贏，嚇你冇贏，嚇你冇贏掉啊！嚇你冇贏啊！嚇你冇贏掉，嚇你是嚇你是2014，只講14年。時間100安尼話咩？一下是有時候是6年嘅算嘛。唯一講13嘛嚇，伊冇咖喱啦是只講13期嘅。啊，安尼我 mix up 咗，佢大部分咖喱啦了，我有國機，我選嘅。我啲邊樣嘅時候我選嘅，係咯，只講1屆好意，只講13一屆好意。啊，特別只講13，但是冇。你咖喱啦，伊贏 popular vote，特別伊冇。伊冇贏掉 ，chess， 伊冇贏 chess， 伊贏 popular vote， popular vote 就夠贏，伊贏濟人選，特別伊未贏，應該伊受歡迎獎，對，歡迎，最受歡迎獎 ，consolation prize。我未教俾妹，啷選股嚇，啷頂到時就要去註冊啊。
我在當劍線裏面啊，當10倍回一套 automatically 注冊了，係嘛？有時係叫做車，我去 post office 做車。我人嗌。因為 SBR 咁樣都講咩 SRB、SBR 是注冊 SBR 係咩？Suruhan Jaya kami lah. Pilihan Raya. Pilihan Raya. Suruhan Jaya tu Suruhan Jaya Pilihan Raya. Tourism board tu ha. Suruhan Jaya Pilihan Raya SJP. Suruhan Jaya Pilihan Raya. Oh, kerja register ho. Siti Pasar Malam register. Register is what Pasar Malam 會有擺台，會因為佢都 register。點解 shopping 來報名，各位來報名。參與來報名。我食嘅咗，我食咗，要求咗我都會食嘅。你這邊食落這邊 register 翻咯。我啦要嗰啲叫嘅安呀，我是去 embassy。register 會嚇，有做即係選股嘅選面啊，會做啊會做嘅話咧嚇，你嚟整簽名啊，我做何路？你講嘅 embassy register 經驗下叫？我去嗰邊入 form 一條咩？伊佢有唔知只是依家咁樣講有啊冇嘅咯，你自己去 check。你實在去 embassy 提 form 講都係 register 做未做選面嘅咯。一個有時有時夾皮嚟，佢就講 OK approve 了，你看嘅。就是有啲麻煩嘅，你話個奇怪呢？我想過攞刀嘅。你我俾聽過講到啲外國嘅人啊，你我俾選嘅時候，伊個 experience 經驗是安怎夾票路啊？即係呢，你唔會話就掉啦，因為嚟你講是話咁啲冇啊，背對去啊，我咁啲啊。當時當嘅啲啲就話咁幫咁啲內人咯，就有做嘅物件就話阿漢有嘢揾啊，意思你對佢咧，新加坡咧是冇。你係做報紙嘅話啦，你係小批嘅話啦，唔是我到嘅咋，你達到本咪幾套嘅咋，就是講一直係有 GE 嘅點先咧，你對咪幾套？你若是講無套嘅話咧，伊個 default 就等於講你是啲咪嚟先嘅咋，伊 default 就等於 automatic 嘅，所以我啲外國咧直到咧我就咪幾套咯。我特別新加坡冇嘅啫。按照講冇係咩意思？除咗嚟新加坡冇嘅，新加坡上見了，冇攤做 poster 冇。冇你報得上見咧，依個都短嘢啦，時候。係，伊係兩堆咩？上見啦。然後外國新加坡見你頭前呢攤 poster work 嘅，見你是頭前呢。啲咪叫做 COVID 本啊，嗬？有可能啦，嗬。伊特到 poster 咧，兩網上講我做時候 poster 咧，我接落嚟特我多唔是嘢咋。你特別一記掉咧，伊嘅 default 少是 in Malaysia 嘅，所以你直到做咗 poster 佢後，一拍就等於 Malaysia 嘅嘢就誒到，所以 that means 講 GE60呢點先咧，你若是過愛做 poster 嘅話咧，你 still 是被骨仔去 register 一到嘅就 as a voter 啦 ，as a poster voter。所以你即期了，你特別成 login 呢度，你特別做一個 login 成嘅 login 一句啊，我同你講，我丟掉，我知道啦，我 login 一句啊，因為你證明你是你嘛，所以你特別填好伊個 form 啦，就第一呢，伊 form 就換證嚟填了嚟，就搞掂啦 ，because 要就係 data 是 auto 出來嘅 ，because 伊對住你 IC 嘅嘛，伊 auto 出來咧，你唔對咪你計咧嗬，佢後你特別唔可以你嘅IC 咯，你特別 scan 啲 IC 咯。attach 一個 JPG， 然後你特別 selfie 咗。問題是你 selfie 你特別檢掉，你 scan 嘅係條 IC 去 selfie 咗。selfie 了，伊看到你 selfie 咧，伊個錄咗咗。特別問題是啦，我是上面過到了，伊個錄咗咗。我唔知伊問題出到對裏邊咗。我少少唔知講到裏邊出錯咗。我上面嘅過到了佢後，伊個 reject 咗。之前嘅事都覺得是 reject 嘅。所以我是用一個禮拜點先，大家去做咯。because 你 register 了，一地址之間係好多債嘅。所以我拜一做了，拜二再去債咧，我見佢就做到。啊，拜三、拜四，去到拜五，加尾一日咧，依家好我歸關咯。所以我個做掉，做了歸後咧，
伊就會 send 一個 email 甲你講伊9點鐘時咧，伊就 send 一個form 去你厝你地址，以後你就講是收，講akan dihantarkan ke negara Korea Selatan 有一個 email 出來嘅。問題是咱人拄到第一大問題，當然是安怎做？伊有 nomination 嘅嘛，伊 nomination 過後咧，2禮拜過後就是選舉咧嘛。伊意思是講，伊 nomination 過後咧，伊今日有 maximum 2禮拜點先去夾片就做。不，伊個唔是2禮拜即係start 到夾片後攞咗，伊是俾佢土幾日子過後啦，19號選舉啦，11號去夾咗，所以你個就背字點先做？背字點先是唔止今日要背去女位，佢是女位要背到對去馬來西亞咗，所以伊是 to and fro within 8 days 咗。So that's why 有一人是被胡燒掉嘅咯 ，actually。就係講哇，一點伊嘅大名嘅亂嘅。Because 伊nomination 過後咧，伊唔是 immediately send 咗 ，because 因個被安排，即係安排，因個被關排啊，因個被拖幾日子過後咧，11號，接到係11號 send 咗，18號唔19號選舉咧，伊11號嘅 send 出去咗就，你去到 US 有可能佢是23日後嘅事了。如果若是講佢哋兩個冇 immediately react，immediately 掂學 DHL 嘅話咧。有可能會被胡嘅啫，你都要拜禮拜話。我這朋友伊講伊要寄，若是要寄胡短期吼，我這其實收到我無看，我未記得，特別伊講毋知特別200塊美金啊，寄短去。喲，我哋有咩揾嘅 service 咩？係 DHL 咯，到啲美國啊？美國overnight。唔知百幾，Korea 嗰邊是 overnight，差唔多600塊。 People thought middle of the country。before 5點寄係話你嗬，第二節就係收夠啦 ，within 24 hours，我是寄係你 service。最後如果上 region 咧，你係到 Asia 嘅嘛？แล้วที่ Asia แล้วมันก็กินแล้วก็เอง咯。ว่าราซา美國誒選舉啊，你若是講愛寄 by mail 啦，你會本，特別伊唔是講伊特別收攤，到底選舉係直接收攤嘅。伊 postmark by that day 就會使嘅。對 ，postmark 對。所以你 post office in 掉。baru election 過嘅嘛，美國。一禮拜個 still be counting 過。because 像國家大嘅時候，所以像搞一禮拜。post office 有 job。伊 job 伊日子。選票是選一名嘅嘛。我諗唔是講一個票，一禮拜是一名啦。伊總之是像個講，伊樣嘅阿甲講 ，OK， 你當然你嘅 by mail 嘅票是10%，然後伊已經贏去60%、70%咧，所以就會使 call 咯。你就講 even 你 by mail 100%，咁是選好一個人嚟講，你未贏咧，伊就使 call 咯。特別有裏邊咧快 call 咯，特別等下估佢嚟接咯。我知道係講好嘅。特別好，人選舉係人是估一擺選嘅係，人無成個講美國是但年幾日到嘅咋，一年入面幾日到嘅選。嗰是 by election 啊就。我有 local election local election 有像 local 嘅，比如 county 我county 像無像區啊，有啲是州嘅，有啲是區嘅，所以我常常有談選嘅。我是你無去選迄個 federal 嘅物件，冇把你 subject 把你 topic 好經嘅嘛。特別馬來西亞成個是冇嘅嗬，馬來西亞是選人嘅。Korea 是一個 general，一個 presidential 咯。Korea 攞嚟咯。特別一擺啊，咱無選阿倫，district 嘅咯，district 啊，你嘅 province 嘅咯。幫咁啲講，直到你無選。無選阿里地灣undangan negeri Adun 應該即係應該歸哪裡叫yang berubah嘛？Berubah 那陣時你是排 election 所以 state is I decide whether or not yang 嘅係你愛berubah嘛yang 嘅呢叫咩？嘅政府啦。對，伊 governor 咱邊係 governor 啦，sultan 個 governor 講。買布巴，免布巴嘛 ，OK。所以伊變選啦。即係咁先，個無夠過呢個，都樣會使嘅。我因為伊無夠過呢個，直到即係點先個無夠過呢，所以伊有通經講伊買布巴先。I see。所以若是講，如果是夠過呢，無法，一直袂啊。
兩個數，若是講當今嘛是有成個淡薄 overlap，冇成個講 budget 伊個嘅，咱幾年啊？個嘅兩年就是5年，是幾一年？對咯。所以了，他是干那算阿敦嘅啦。冇，一個是明年。哦，明年。對，明年之類。明年招嘅，佢再算過。但係愛無巴咧，佢就做比來人來嘅叫咯。哦。對。哦，明啊。然後伊別來啊，咩啊？意思講，伊別白白咧啊。啊是拔刀矮咯，拔刀 GE 是矮是嚇。伊點寫未來啊？嗱是講 next time general election 嘅是，伊人若是愛布巴，咪是 sync up 對咯，看人愛買，嗱看你招嘅買。係咯，布巴。特別 common 咯嚇，冇做隻酸。經驗佢真係咋？冇升嘅，老實講。冇 common 啊，冇 common。哦，冇 common，我講有安尼物件咩？我唔會問有安尼物件咩？你冇發過，我冇經驗，就講有。照價，即係聯邦嘅無相似酸啦，就是講頭一擺聽到人。OK， 然後我問咱幾時起嚇？咱講下你選舉嘅即係拍菜。選舉嘅拍菜，咱是對看迄個叫咩？伊票頭嘅是唔是？咱對票頭選嘅，是唔是叫票頭？當牌嚇，當嘅係你啦，是當嘅人共眼啦，當嘅票頭，伊有名啊，伊白頭啦，有白頭，因為人嘅名，爭到你名了伊白頭，然後咯，名甲白頭。哦，有名甲白頭。當今我係可能看斷啦嘛，because already 貴啊嘛。即係馬來西亞ballot 真係 simple 嘅。嚇，係啦，你知唔知話我 last election 係last election 吧，你咪是幾頂一禮拜哦。我就一攞 full page 等嘅，即係 question， 所以我就去讀research 嘅啦，就是講早會嘅時，咱講到講，你袂使入電話，或者去阿龍佢哋都未講話，你講下面嘅，有人講下面袂使穿短褲啊，我係 clubhouse 啦，就是一條小音嘅咯，按響一條做呢。所以我係立嚟人啦。有啦，我講係但係我講嘅未經嘅時候，未拍菜咧，伊嘅，佢講伊拍菜未使出嘅，了未使出嘅。嗱，你講下未使係咪？嗱，有見你俾對係咪攞嚟叫就去，咱講阿龍講啊，做啲未使垃圾咪未使嗰條物件嘅，嚇，未使垃圾未使嗰條物件，係啦，未使出汗。係啦，未使寫 anything，呢個係使拍餐呀，近日係使拍餐呀，你未使換2call，未使換我故意係咪未使佢了？係咯，有件事未使做到垃圾咯，佢哋就會清潔咯，一夾嘅啦，就會清潔咯。哦，阿咪有你成日做嗰隻垃圾，你冇咩讀，你唔知你俾選下面你我明白啦。你唔使咁白咯，佢講。啊，你去做咧酸炒，阿咪酸炒，佢一讀數學時就。咩嚇？你睇咱做 mathematics 時，唔是炒舊啊，炒舊時你寫 draft 嘅，以後你成日碎啊，唔是炒舊啊，嗰另外隻字咯，知唔知？他等人赤人，你是做 mathematics 時候，你咪是不太用 calculator 嘅咯，所以你就俾佢另外一本酸炒簿或者咩啊，我未記咁樣，於是後你日嚟寫，後面就是加到最初就後面後你嚟寫嘅。應該是叫酸炒咯，咁咯，酸炒時間啊，嚇酸炒掉，了酸炒時間，酸炒時掉。你食食嗰隻垃圾咪講下你明白啦，你人未讀掉唔知你酸狀嘛？特別我是出汗嘅，可能是唔要緊嘅嘛，出汗淡薄，我係垃圾啦，是講咱未使，因出汗出點會未使，真係鹹嘅。一變做 disqualify 嘅啊，啲 disqualify 嘅，一直變灰票嘅咯。嗰時有當時有幾講，馬來西亞有，那馬來西亞電視玩嘅事，就是係你 anal 嘅，嗰度這邊就講 anal 嘅咗。是啊，是有時 maybe 你有時講買可能有機會講你假票啊，什麼物件，可能物件。你當時啊是當時用係咪？當時用咩？係咪拍叉？講係咪物件拍叉？以後你 ban 數還是 ban 係什麼 ？ban 二十個 ban。
哦，是 pen 啊，你伊 tip 現在ball pen 呢，還是 felt 咧，成個 Sharpie 呢，成個咧 marker pen 呢？就背就散，0.5 mm 還是0.7？還是上個較高7咯，上個0.7咯。所以冇 point 啊。一是講 normal 是幾倍呢？未使做把咪。Kilometrico beribu-ribu perkataan kilometrico ya pen 啊。呢啲拍叉呢，拍叉啦就會自得掂。冇 pen 係啲。係咪？你拍叉了就客家起啊 pen。你拍叉啦，佢係做咧就會字嘅，你做得掂啲你想裏邊嘛？哦。字有掂咯，其實。喂，佢講字嘅時一個就係 stem 要住 job。是面前呢啦。膠皮唔是嘅，膠皮是你放到啲皮囊裏邊嘅。呢隻 job 嘅嘛，我聽人講你特別字嘅時候，你特別係你隻 job 嘅嘛，呢隻 job 啊喺印落去啊時你特別字是定完照來，成日依家未過掉依票，但是依 job 過掉依票嚟講變咗開票。啲 poster 話咧是冇可能咧，唔是講 poster 話講到啲黑餅嘅事，到啲係事。啲黑餅你特別小心咯，但係你隻印佢嘅事嚇，你做隻垃圾下就開票嘢咯。我看到一個人迄個啊 post 啲，什麼嘢未記得到啦？伊是假如按照紙一票，你要紙攞到下頂面紙落來，將餅紙去倒餅咧，很一票，แล้วก็係接一拗嘅。你別使先說紙背機啊，咪別使嗬。紙背機。哇！好咯，即係冇可馬沙布嘅紙票咯。有咯，頂擺有人自背字黑 shape。有人自背三八。然後係是俾開票咧，俾開票咯嚇，即係咧。唔係字黑 shape 我唔知啦。because 伊無講就講你字無水，嗰是字人裝伊無你幾貴嘛？伊是驚你做垃圾嘅票呢？這裡。然後我聽到人講未使穿底褲去，未使穿襯拖，係咪有影冇影？一帶我聽到有影有啊，冇影，伊人講唔要緊嘅 actually。無，即係嗬，different voting center 加了無相嘅，所以我嘅朋友伊有去到嗰個 voting center 有影是伊無學樣無學穿 slipper 甲穿 short 會接，一般有擺嚟 voting center 會使接咗，即係是。特別要寫 return 嘅咯，要寫 return 嘅。 voting center 伊無想講，伊有 policy 嘅，是 policy 是家己人寫嘅，家己 voting center 寫嘅呀。你話特別請邊啲學嘅人 T-shirt 嘅細部，冇即係 official policy 嘛。哦，很好哦。誒，未使請 logo 嘅呀，未使請 party logo 嘅。有 logo 嘅。哇，喲，安尼是未使，我知是未使地殼是有影是 formal 嘅。我頂乜細漢我會記是都俾 formal，特別上家差別分講。看迄個位啦，伊安咪幫刷路爾誒，特別真正我知是愛穿防物去，別使底褲啦，了 singlet 啊，嗰是蝦米誒？哦，做咩事啊？蝦米事啊？穿拖㗎啦，我記是俾。伊迄個有影響到迄個 vote，安怎影響到 vote？ British law 啊？無，伊是感覺即個是 rasmi 嘅物件來，都知啊。即係是 official 嘅物件，所以 treat 只個即係物件是你去即係 official 嘅 formal 嘅 function 咧，你去嚟 JKR 啦，你去 IC 嘅。我做 passport IC 本條俾未使請啊嘛，咪講即係。Because 伊有 dress code 誒 something like that。我做 IC 本未使啊嘛，我做 IC 本條俾請長褲去，未使請短褲去。少，我特擺做 IC 是請短褲喎。official。我正嗰邊啊。冇唔是，我到啲馬來西亞做咗咪是整啲貨。SB 嗬，我去。下你講插邊講點？你看啦，sometimes 同人無關，唔知啊。插邊講 SB 啊咩？我去往嘅Majlis Perbandaran 嗬，我去買parking ticket。我講我去往 SB 嗬，我捌去往嘅Majlis Perbandaran 嗬，我只係買 parking ticket 呢，我程序是半無可接啦。哈，即是哦。哎呦，我唔捌到，誒，maybe 我當然冇咩做 official 嘅物件，所以我冇拄到人款嘅機會啦。我大擺對面你想咪是穿衫，我其實穿長褲，安尼做啊。OK，然後佢講起係你運色嘅，運色嘅我是唔捌看過嘅運色，這是怪新嘅物件嚇。我頂到我是唔捌看過運扎里嘅，運扎里是怪新嘅我啦啥。
是咩？怪事呢，把路揸唔使揸，就攞計個 start 呢。啊！我未記講，我是係時我對外白波，對外白波去選股時，我是唔捌看過樣溫家里嘅咋。I think 你嗰時有隻隻本本啲限度啦。其實有嗰時哦人去選羅茶豆咧，after 有啲所以用 design 就先啲 SOP 出嚟。哦，OK。誒特別maybe 用白，有時講用白人嘅 IC，特別 IC 咪是有效應，唔是咩好？因為是講你票是對你嘅登記號碼，是唔是？特別你會使去白你 polling station 咩？白你 polling station 你講你冇 register 啦，然後你冇 register 係 vote 咩？未使。然後按咗去白你 polling station，按咗係貼到你自己 ballot 咧。冇差，未使。你識講我到底大條半啊，一個位。唔知哦。哦，so 伊 ballot 就係號碼呢，然後伊你來嘅是 check against the roll，你寫落。嚇，你 roll 是咁樣人想咩 ？roll 唔是擺你大 era 咩？你 register 到底一個你 voting center 位？有 Kamaskini is another。哦，你是講你有可能你名會出現到底無相區，你是講？我是想講我無明白咯。我無明白講做咩事，伊就會我知。嚇。那是講我 register for that zone A 嚟講係。That's why Singapore, that's why Malaysia, that's why Malaysia 冇Singapore整伊冇學錄換地址，就是安尼數。伊愛 prevent 人換地址了啊。Maybe 伊係咧 SPR 有伊舊地址，尋有伊新地址，伊無啊就講。伊無 centralize 嘅 registration。伊能夠 purge electoral roll。嚇，對，because 伊無 purge 下咧 electoral roll 嚟講，伊無個 maskini 嚟講，伊會做安尼 mistake，伊會做安尼 mistake，你知？但所以新加坡來 Malaysia 是無可能換地址，就是安尼數。特別當今啊。應該是 centralize 了嘅，應該是特別伊唔知做咩事，有嘅人個無被換伊地址啦，我唔知。特別電視傳 news 人講應該你大地方去 vote 無理由着對咁報 vote 了嘅。伊講tempat bermaslahatin，意思講你大嘅位。OK。So 唔知啦，so maybe 當佢來橋咯 ，maybe 伊個橋啊，加 centralize 加別做掉安尼成個。你知唔知我到比較會選後，我是用成個口車 bubble 嘅 ABCD 嘅然後呢，一直就耳孔啊好，好你填筆要填就可以凹起啊，然後就寫 Scantron 嘅 scan result 嘅。馬來西亞冇嗬，馬來西亞是用手拍個，寫口車呢？แล้วจะเจอ question เนี่ยรู้你看到阿龍嘅 ballot 啊，伊真正加複雜嘅，即係 US 嘅 election，because 呢個每路 referendum 嘅 question 啦，whether 是講伊來做安尼物件，你有 support 冇 support，對，伊只係你 because 我係硬嘅嗬，伊們不但攞你們有 send 嚟伊嘅 ballot。แล้วอีแฉอยู่ญี่ปุ่นแฉจ้ะอยู่เส้นในญี่ปุ่นแฉ separately แล้วลุยใส่บัตรบันขวาญี่ปุ่นแฉอีหลังฮัลเลจาลุนน่ะสองสินหามีละอีหลัง vote อาจว่าละลุยขวา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ดีเดียวเลยจ้ะ so อีหลัง voting 是真係เอง嘅แต่พี่ดูเดี๋ยว research ดูเดี๋ยวทักเขาได้แฉ so เดี๋ยวI vote 咧是การขังข้อแต่พี่ลูกคนนั้นมาเลเซียแต่ละทีเนี้ย simple เนี่ย你是選人嘅咯你是嗰陣是選人嘅嗬แล้ว人伊人你選嘅人甲你 make decision 呢個舊衣啊即係舊衣我看到嚇有一條舊衣喎對 independent 哦Calon bebas 嗰陣是舊衣係Calon bebas係自己經驗舊衣係半碗咪冇傾嘅呢你愛經 pen 啊，你愛經車啦。哦，其實名都是自己經嘅。你 party kucing， 你真係直接咩？財神爺。哦，財神爺。杜鳩蘭。有一個查某，財神爺。哦。超。John 都去選時，你麻煩咪顧咯。
咪咕，幫你做一下。咪咕 John，啊，嗰個就係咪叫咩名呢條食下邊嘅條雜貨咯，你煎蛋麵，啊？係咪煎蛋麵？呢條雜貨叫做蛋劍呢嘅咋，呢叫做蛋劍呢係啦，意思嘅就差唔多啦，要30咩意味條啦。伊蛋劍呢係啦，伊講特朗普叫我做咩煎蛋麵嘅。係咧，伊嘅 manifestos 伊講伊翕 video 去 promote 家己嘛，sell 家己嘛。嚇，伊是用一件一包嘅煎蛋麵去邊店嘅咋？你去店咧去接咧煎蛋麵嘅啊！我真係有聽到，我聽到到底。我真係 my god！啊，嗰個就係咩味道？就是水票，攏是用人水嘅啫，用目睭嚟看。有人去做水票嘅人，我有就隻朋友走去做嘛。嗯，所以是人水啦。แล้ว你咪是會估，特別咱人無接數。你真係當嘛水嘅幫咪殺雞先，我當佢水。當佢呢個 report 佢哋講到幾 percent 呢？我個人做報個搞當見個水會了個咯。巴扎啦，當今咱是馬來西亞點先是巴扎啊，我幾係點？一點過就出掉。哦，差唔多。我或者呢個 report 講伊個作借伊個票是作借報了有喎。有啊，伊直接出字咯，伊係啲10嚟到伊 caption 直接出咯，係啦。當佢就借，成日都 interview 成點先啊？伊安排個就屬於嚟佢哋 program。所以你當佢就借伊個票，嗰陣時就借靠。苦嘅，伊就 on and off 有幫咯。當佢我就當佢 screen 看唔到咯。但係人愛看嘅話，你佢 YouTube 看阿華尼嘅 live 地勢咧。所以伊是教你講啊，到這裡區。誒，他叫揸一個 election 個做。係咪他叫？係你 Astro 阿華尼，他估揸一個，你叫 last election 嘅時，伊幾日幾咩無困啊，伊播 live 個啊，即係 Astro 嘅。伊啲報告啊，你選啊，他叫我做，我覺得我接到嘅攞嚟賺到咯。我見你冇啊，以前是冇做，以前是冇做阿華尼啦，我叫。他叫我聊我就講伊 MVP 噶，就講佢叫我報官啊，都看到呢邊計咩嘅。誒，張就搞。我樣見即件事，你嘅我再去看個安排嘛，阿華尼。差別你講咩？哈，because 揸一個 election 是真正刺激嘛，伊隨未了個嘛 ，because 是真 close race 就係。the last time 啦，就2018。然後他叫阿華尼嘅有影，伊 more than 24 hours， 伊哋喺邊坐了 live 就，伊是 live 嘅，伊無停嘅，所以你慢慢看伊邊，伊頭毛就來就亂咧，特別伊個少一日激啊，一日剛好了就係。馬步啊！拿十伊帶啦，伊3個2蚊做乜嘅啦，伊個 still 啲大合併啲報告先會好了而已，該佩服伊呢。攏在巴黎國嘅 voting 安怎啊？阿龍都講下韓國都講因真經攞到。韓國嘅啊，伊何路 pre-vote 你都做，你係講 early voting， 就我諗真叫做 early voting。啊，伊 early voting， 我覺得伊 early voting 佢就係所在咗，伊上擺連背記電嗰本有嘅。因為使出國以前嗰啲背記電我係成波起升嘅。伊 early voting 是做古以前嘅。2禮拜，我係其實2禮拜咯。OK， 其實2禮拜成，伊啲學都成 early voting 嘅。因為伊人嘅 system 啊，講特朗普機會vote就掉咯。你咪講，哎呀，未喎，我冇 business trip 話 business 爛啦，因為以後都俾你使較早 vote，你使 vote by mail 啊，韓國。這是 by mail 是外國冇外國是叫 embassy vote 嘅。哦，嚇對，但佢都咪是講掉。你出面到底做緊啲麻煩事，你叫 embassy 都贏嘅嘛，我叫 embassy 排隊我咁運嘛，我企喺啲邊排啦。特別我驚講什麼就伊無夠 staff。到底 embassy 驚講無夠 staff。做咩迄個嘢啦？actually 伊無需要一隻 staff 嘛，你唔係知 embassy 無講真正隻 staff 嘛？但是講你 embassy 誒無大大事啲有嘅啊。你像馬來西亞好，把你試過New York 一個我唔知是馬來西亞 consul general 係唔知
冇佢經3間嘅是佢經呢，你就話規定㗎啦啊，500-600人，1000人入面 vote 嘅時啊，伊你 consulate 有冇如果10人做工呢，咪是？一會使請我 I 小 think 我是 fit 講會使請 LA temporary 嘅 staff 咯，就是講 vote 了嘅人會使去另外一個所在位去做一個換 shift 咯，換 Apple shift 嘅，伊會使去 recruit 咱嘅Malaysians 過去無上所在去做咯。伊美國特別 internal 嘅 staff 嘅嘛。特別啷在我講過啊，即係告訴我到啲 New York office 我解套喂你 registration 嘅時，一直頭叫我 passport 嘅 renewal form 嘅嘛，我同佢講過啊。So that means 我唔知我係8屆係你啲人嘅卡手嚟做，你看歡樂咯。因為而家上班就我拍到話叫佢講俾 registration， 你講到寫一條批嚟。然後我講我俾好多 address 俾寄來，講別使我都俾寄一條 official 嘅批，所以我叫 official 批咯 ，official 批一寄我 passport renewal form， 拍電話佢講你寄唔條 form 係嘛？如果再寄寫一條批來，所以我覺得寄寫一條批來，買寄個佢個來時 registration 卡咩？有啲嗬，你識喺你批啊？我用Malaysia，就唔用 English 寫嚟咗。Untuk memastikan depa semua orang boleh faham. Depa lagi. Jangan berpura-pura. 即係到啲咧賭會條卡掉出嚟，跟住咁我哋用Malaysia安尼批啊。所以我是唔捌選過到啲馬來西亞，我唔捌選過。我一刀會選人啦，register 未掉啊 ，give up 啊。俾美國。我自己講，我咪做浪嘅人啊啦，即係做美國人。我頭一擺成功。哦呀！我頭一擺選嘢，你使做咩數定刀冇選 register 未掉？篩掉 register。哦。The last time that time 伊人 announce 時，我想I 對錯。嗰時特別我未對錯 because 我 already 我驚到唔知幾禮拜都係成驚。哦，唔使，多不多掉。做咩事我係大漢驚？我大不得了，因為是下陣時尾嘛，掉我見尾落河啊，甚至咧，所以我個嘅兩禮拜呢就成驚咗。有時我嚟，喲，I 做 postal voter，我 I 去 register， 問I 仔數啊，貴啲 ，because 伊人別人講嘅事啊，前日亂咗，佢哋 information 啊做啊 ，mix information 冇 make clear， 冇 straightforward， 伊 misinformation 嚟啫，有嘅人講就去 embassy 啦，有嘅人講之類啦，因為 by the time 我去查嘅咧時啊，我 register 嘅時啊，未 register 貴啊。Actually 啊，我同你講啦，你學到嘅 timeline 啊，是前日底呢。咱當建築啦，就其實講 quite proud of 咱家己人咧，就 because 啊，你人在講政府是未下達嘅就，伊政府 information 啊，你 rasmi 嘅物件未下達嘅啦，咱知嘅就，所以啊，咱 forever 啦，咱對到呢事嘅時候，靠家己有嘅 relation 啊，一跳出來 ，they will become the expert 嘅。伊會 list down 緊咧，你應該做嘅物件，做 idiot 嘅物件， Facebook 人做嘅物件，咱未靠政府做嘅物件，人嘅就。伊政府會做㗎，伊嘅 process 如果當見到看伊人，如果伊人當叫係啦，你呢成日你 global birthday， 前日向啊，有 global birthday， 我都奇怪，最數人講我成日冇 global birthday，伊 organize 嘅了嘅 rules and regulation 可能係。但我 try leave 你 room 啊，佢就嚟有係只水嘅 infographic。但我 leave 你 clubhouse 嗰度對嚟看咗哈。我當然就是當時咧講話成日一 delay 就慢，特別等我 try 看唔知，又當然較好。我出去啊，都對嚟較好。OK， 我出去啊，個都對嚟看較好。但是講我講1、2、3兩講4 ，OK， 1、2、3， 4。อันนี้最 delay 個掉唔掉？都係包個彎個白白個。OK， 1、2、3。4。OK， 較無那長啊，較無那久啊。阿龍 delay 就冇嘅。無，你聽到阿龍 delay，特別我阿龍是第一快講。我第一快。是啊，我聽到阿龍 delay。特別等陣我學嗰隻係咩嘅？講到就咪叫做 over，
對對，我咩唔講，就是講今仔日去選股嘅人啦。你講話伊 process 嘅親身去選嘅人嘅 process 嘅經驗，我要聽下。你安怎夾排隊，安怎去夾票，安怎去吐你家裡度你諗聽你，咁樣我要聽。就人去選有咯，嚇，第家記起來嚇，第家記起來講者。我是便嘅啦，所以我 screenshot 我 place 啊，我位啊，佢到落選嘅，之後 in case 人愛問物件時，我會個安看 show 互人看咯，寫一條紙啦，寫一條紙，然後我saluran 佢到落下面 number then 我bilangan nombor saluran 係咩？做這攞咧。saluran means 你是伊個房間啊，選區嘅位所在。投票嘅選嘅位啦，是一個房間啊，你看咯。然後入去咧，就是你寫便便了，你就是直接去伊個 saluran 位啊，伊個房間位啊，你去排隊咯。然後當時人會叫你咯，來瑪麗來啊，伊頭一道咧，伊就是你可以係一張紙，加你會登記咯。呢就係 registration 嘅counter嚟啦，係。對，所以伊是學堂嘛，伊是一個啥學堂嘛是有一班你看你有一個位嘛一班，所以你直接去咧，你就可以。你嘅登記，加你嘅迄個紙咯，互伊看了，伊嘛check咯。你紙是安怎有嘅咧？迄個紙？伊紙是你家己寫起來，還是你去你也未入去你沙羅蘭嘅時啊？伊佫有外口有一個搭一餅啦，搭餅互你check吼，你是下面沙羅蘭下面，你可以登記。可以登記 check 下，你嘅saluran是蝦米，你嘅 number 是蝦米，所以寫起來係大邊寫起來咯。咁你舉起嚟一張紙，你去迄個位，你房間位，你排隊，然後伊叫你嘅時，你就可以迄一張紙，可以看，可以看啦。真係我 pause，我 still 冇明白做乜事係你紙，你個要做哪道嘅呢？你就要 proof。你特別 proof 講你是去迄個沙羅蘭嘅人啊，特別去夾票，好你票人冇你迄個 information，特別是你愛 make sure 是你講你家己 print 佢會使咧，安怎呢？你安怎家己 print？家己 print 佢本會使你是講你 phone 有一個 app 啊，因為 SERM 嘅 I see，所以這是新嘅物件啦，你會使 print。你睇 screenshot 喺個 phone 啊，是特別印出來。會使印出來本會 screenshot 可以看本會。我係，所以我可以看到人選股嘅時，而家一條白白，一條成個單，可能是一條單咧。佢咧就是人去一個嘛，一直喺邊，喺咧沙羅蘭嘅位 before 你接嘅時，去 verify 講，你是這個沙羅蘭是對，你對嘅。然後你家己喺度做一個去嚟 vote 對。對。OK。所以到後邊你咪可以看，伊 number bilangan 是你嘅迄個人幾若百千嘅人register 嘅啦，所以一個一本冊你看咯，所以伊看，伊就講伊登記嘅名咯，登記嘅號碼啦，2, 3, 5 muka surat 50 kaki你看啦，然後你看伊好路 OK betul，伊每 another clerk 啦，balik clerk，有一個人看嘅人，所以人掛名。所以特別兩人 confirm verify 講你嘅 registration， 你嘅名，然後讓兩人特別 cancel 去啊。意思有咩話一條款啊？嚇呐，講你already 貼你 ballot 啦。所以你收了 IC。然後伊去看你check你手啊，你攞手啊，可以看咯。
後整後尾完了 OK 無迄個英係墨啊OK ini jadi tangan kiri celuk dalam celuk dalam ya mas celuk dalam lo celuk dalam ya kaki lại gì à linh mà là chú gì này mà kaki lại sẽ có mai hỏi ít tí là所以講ý tập lên咩一杯老嘅哦一杯啲嘅一杯啲嘅因為你查落其實伊裡面是英啦，是 sponge 啦，是成個伊上有一 sponge 所以你成日當掉是當掉 sponge 伊唔是貴嘅 liquid 嘅了貴幾後你 dip 入去啦嚇唔是伊是一個 sponge 嚟 OK 你特別 avoid body lotion 呢你會掉嘅，但是你 body lotion 你會掉我冇 try 過然後伊無上講啷個 rule 係咪叫咱手袂使係 lotion 係咪喎？還是伊走in？走in啊，應該伊無食過啦。OK， 所以你插入去啊時，你驚滴特別甲你講袂滴嘅，特別你袂使限時去搞啲物件，咱就會等打者啦嚇。啊，袂使啊，對。你如是運到一個家裡，多邊還是加邊，還是無要緊嘅？多邊本誒，加邊本誒，看你嘅 dominant hand 啊，講你寫銀邊啊，銀邊是多手嘅，咁用用隻手，所以你打嘛一個家裡佢使用啊。I mean 你打，另外用另外一個手嚟覆啦，嚟拍叉啊。有，你 because 下來拍叉嘛。所以迄個抓一條抓係嗬，你 ballot 啊，迄個 ballot 伊是甲你一遍遍了嘅，貼了，了伊一遍遍了，伊互你，哦，了你入去啊，你入去迄個 booth 位咯，慢慢開啊，你慢慢看咯，你愛選到嘢拍。了你會幾人？嗰側邊有一遍了嘅嘛？你有幾個？啊，一個房間有兩個。誒無啊，我是講伊 ballot 裡面是隔了人上啊，是唔上？你看你酷嘅嘛嚇？啊對，看你酷咧，所以講你這邊就選幾人，了你會幾人？阿龍你會幾咧？但係你看望看係咪咧？我6咧，6咧，你會啊，龍你幾？哦4嘅呢 ，OK， 我有4，安尼講咯，了下叉了，誒落去。你識經一個呢啦嚇？6咧裡面經一個。有。就寫經一年啦。Oh my god, so simple! Oh my god! 我諗嘅只頭個天啊！特人啊，of course because Y circle 啦。特人講下，你經起一個就對啦，咁經一個無關就最，侬經起一個就對啦。OK 了。經黨咪經人嗰種。哦，了。無關係你黨派出來就是神巴好啊，經起你黨就對啦。誒，外賣都講嘢好笑，而家免見你跟 even 係你當出嚟，一個老狗，一個老狗酸啊，滿是酸係你老狗。我講佢要北掠一隻啊！了，Botanical Garden， what the fuck？ 了 ，OK， 了，你經了第個記了，你經了拍茶了，你要等你應答免？哦，免，伊是普通嘅病嚟，無病，所以你拍叉了，你截對對啊，你就去。所以成之後，你所以以為你有 memory 啦，你別使講自己亂字人可能啦。所以一之後，你去教嘅時，你開起來，拍叉冚對起，然後就行下啊。有，你落去啊，也走。แล้วOK interesting 我是會講到底比較嘅嚇我係到底我係 polling station 啊我嘅 polling station 啊沙羅蘭就是 polling station 我係 polling station 有兩個辦法去你選嘅一個就是夾抓嘅一個就是 electronic 嘅所以我 process 會跟你差唔多像我嗰時記掉我嘅 driver's license 咯，有你去到 registration 嗰時，伊就 check 你 driver's license，
考慮 driver license 你 check 考慮 information 對唔對，你名地址係咪對唔對咧？是你簽名，after 你簽名過嘢，你伊度講伊度學 install 嘅單係嘛？伊度就係 barcode 嘅，我度寄嘅 barcode 去 ballot 嘅station 嘅，去 ballot station 我學嘅人係你，因為話你愛 electronic，還是你愛 paper， 還是愛 electronic，你個去較落一陣。所以那是愛 paper， 我看我是普通是屬個愛 vote electronic 嘅 ，because 我只 stress 用是你叫我刷你耳孔啊，我刷無焦啊煩惱，刷上濟我驚出痕啊煩惱，有驚刷上千呢個未 scan 掉啊煩惱，所以我做 electronic 我較用啊，特別 electronic 用是只少呢，我 polling station 上 electronic 嘛是內 machine 啊sign machine 啊，一只濟人我就等隻股我就摕 paper 嚟攞抓咯，抓票。佢嘅摕抓票因那時候一刀我選抓票嘛，以後你一條抓票，你可以喺條單一 scan，然後一寫一個 number 上面到底我嘅票嘅嘢，伊無我嘅名啦，特別寫一個 number 到底一 scan 咧寫一個 number，然後我喺一條票，我寄啲票去到頂嘅，喺往時開始到啲 church 啊，到啲咩 community center 會選嘅嘛。แล้วเขารู้ว่าลูกแกเป็นโซแล้วลูกมาสิชัดอีกครั้งอีสังกัดโค้ชเอเล multiple choice เอเล ABC เขาลูกเก่งกันมา所以เก่งชัดกันแล้วว่าสตาร์เก่ง嘅時我個看到一個人伊唔知是伊被曉讀冊被曉讀字還是伊看唔到我唔知啊伊有個一個報我個曉啲讀可以 question 嘅แล้ว每一塊下面還是伊個伊提伊填咩嘅票嘅，有做好咧，抓嘅本好 ，electronic 嘅本好，還是看我講 electronic 個冇咩事，伊抓喺度填好啦，咪是去嘅迄個呢個一個 box ，polling box，特別 polling box 伊是一個 scanner 嚟，成個人扣出嚟嘅 scantron 嚟，可能嗱 scan 入去，你下入去，伊就 scan 入去，伊 result 就 tabulate 嘅是。So 呢度如果夾伊嘅夾，所以你票了咧，後頭就 sticker I voted 那 sticker 啦搭啲先關頭嘅，你話就係個，แล้ว佢無咧是做 electronic 咧 ，electronic 嘅 voting 嘅時呢，伊是你夾你經嘅好，你話你訂 digitally 訂咧，經，when 你經好 confirm 你 vote 嘅時，你 confirm 嘅時啊，伊兩邊有一條。成日就嚟 receipt 你看等嘅白紙嚇，一個印到啲下邊嘅㗎了，所以你使 check 咯，即係住 vote yes no 啊，是係咩住 vote 後住一出嚟到啲咩，所以這是叫做 paper trail 咯，因為你 vote electronically 嚇，你 electronic 係講冇㗎啦嚇，要就 paper trail，你使到對去 check 看你印出來嘅紙是選好住人嘅，成個 backup system 啊，แล้ว你看咯，แล้ว electronic 就較用 tabulate 咯。伊個 vote 就用嘅嘛，你免佢 scan 過嘛，一頭 already scan 了會知伊個 information 嗰就 tabulate，但是講伊有 question 條無詳細，即講話伊個 ballot 上伊個 vote 上我來講，人講我驚攞隻頭算唔掉啊，啥物？你使叫 recount 時，你使到對去伊個紙會 verify 咯，看到住 vote 是掉唔掉呢？特別我 vote 頭一道 vote 嘅時候。我是怪久嘛，我是到這邊我是第二道奧巴馬嘅時候 vote，我未記幾年啊，是2018，I think 2018是2008啦，奧巴馬2008嚇，so 2008嘅時我 vote，冇啦，我2012嗰時 citizen，所以that means 是4 years later 是2012哈。對 yes 我 election second 對嚇，我所以我經驗嘅時候我係到 vote 是 vote elect paper 嘅是，冇already 有啊特別我冇咩驚 because 有人聽到你就新嘅 equipment 就人講唔通用伊啊，其實講用做下手係咪驚都冇咩驚 vote，當然有 paper trail 啦，希望加 at least 加相信係冇啊。所以你看到特別，我 feel 到成日真 complicated 咯，到 US 比較 Malaysia 嘅 voting 咯。because US 係伊較濟物件，伊較複雜嘅物件，伊每路只濟物件，伊 question 問只濟樣先，你 referendum 啊，係咪嘅了？
阿龍咯，是一個呢，就係幾哪哩？阿龍咯，韓國你知哦，伊個伊個安怎伊個伊個 ballot 安怎？你捌看過哦？我唔捌學過。你捌像阿朋友咧，你捌唔會學樣？我伊無可能看嘛，即物件。唔是，你成日在講個伊是怎誒？伊是成個人可能拍嘅㗎，還是 electronic 㗎，還是甜白波㗎？抓不是拍嘅。哦，抓。是啊，阿龍啊，我要幫曬喎。我是咪講啲句話嗰啲嚟嚇，你要幫曬我啊？唔是，我是講打一般幫曬下啦。你係聽餅哦。我聽掉啦。你聽餅啦，你啦，伊會唱嘅。你講看係你無上無頂白嚟，係咪無上無頂？我同佢幫曬。何龍一人講了。特別我在美國嘅嗬，美國嘅是伊是安怎講？伊是講錄樣經即個 president 嘅事啊。經 president 是唔是講伊唔是講我經下面嚟下面嘅喎，是唔是？啊，呢度是。伊唔是安尼 straightforward 咁無，伊阮經了嗬，本是有另外一班嘅人經，唔是講干那人，干那 citizen 經了嘛？嚇，嗰有一班人經過嘅嘛。The first thing 是伊條歸 party 先 ，let's say Democrat，伊 let's say 有10個講我愛做 president，所以伊條去 primary 啊 ，primary 嘅是primary 是 within the party 嘅人，伊 members vote 嘅，伊人去選就最人 favorite 啦 ，whatever。特別你條 ，I think 你條 be a registered party 嘅 member 嘅 vote 嘅。所以去咯，去一個 negeri， 你去下個 negeri， 了伊就掉啦，伊至少是就最擺得咯。你是 at some point 啦嚇，你就 vote 就這啊嚇，下個無呢 popular 嘅人啊，伊就掉無鐳啊，伊就伊無鐳啊，伊就未 continue on the race 嘅。即係美國嘅是咁了，你無鐳啊，你無人 support 你啊，你未使到 continue 你嘅 campaign 嘅就，如果是伊去達嚟。negeri 啊，伊就用鐳就請巴薩，伊就伊人個了愛來啦，來 support 伊啊，伊就伊愛去做啦嘛，後面個了是就用鐳嘅咋，伊愛 advertise 啊，是講伊去下嚟 negeri 嘅時，伊愛做廣告大 TV 位啊，冇是用鐳幾廿million嘅咋，所以伊拍廣告後面個了，伊 campaign 就掉啊，就有 at least berjuta嘅鐳，你無啊咧鐳咧曉。means 你無大人 back 你啊 ，means 有類人 back 你，還是你真正濟 supporter， 以後你一個安尼啊，你無下嚟啊，你袂在掉survive。比如說，即個美國誒，伊個國家是真正大，美國誒國家內邊咧，伊個 population 是30 million， 300 million 人。哇！300 million 人啊，let's say 一半會 vote 啦，let's say 一半要105 million。你想下，你愛 reach 安尼濟人啊，你就拍廣告 ，social media 就拍廣告 ，means 你有條 social media 嘅 team，了你個就有迄個 TV advertising 嘅 team，你就迄個 paper 嘅 print 嘅 team，了個就人去下你嘅 bendera 個了啦，下你嘅banner 啦，搭咧區，搭咧島，搭咧就有你嘅位個了，你就有人就對啊，你無鐳啊，你袂在掉做安尼物件。所以你點樣 campaign 講叫人 donate 互你，你知？even 下你人學一塊6塊咧，滿是好貴無。有時講特人人鋪類啦，會使 donate 啦。會 donate 咧，特別是講你無下你 support 啊，你未使掉個 continue， because 伊特行個啦，你係去到落個啦，伊 hotel， 你未是個咧買 hotel 互你家己。大呢，你嗰條你嘅 staff 啊，你嘅 staff 講係你 manage 你 campaign 嘅人個了，你條可以人大嘛，所以你無鐳是未在掉嘅，所以 US 係呢，你無鐳是未在掉嘅。因為有大餅唱歌跳舞嘅哦，咱人馬來西亞有嘛？古日本有嘅咋？冇，你哋唱古代啊？古代，咪古日古代嗰啲嗰種，因為你 van 啊，我覺得因為你 van bằng到到樣小英。แล้วอุจจาระที่เป็นอะไร做 K-pop 嘅舞嗰啲啊，
真好料呀！那有咧是幫老瓜。台灣的是跳你當鋼管舞咯，當 pole dance 咯。啊，佢上哎呦嗰你韓國本想要跳老台灣跳 pole 你 dance 使做緊咧？係咯，嗯，我有讀過一道是有樣整，是有，但係無安尼響啦。伊人啊，continue，伊人嘅。哦，你already 講嘢，我 already stop 咗。哦，sorry，因為即係 like 我哋一齊解啊，我唔知啲事最最係講，我講伊人有做。伊人有做安尼啥個嚟，是講有一個 celebrity 啦，像怪人做戲人 support 一個 candidate 一個沙龍，加一個 party 嘅，伊人 maybe 會做淡薄 performance 安尼咯，但係無啥個嚟台灣嘅安尼像係嚟 strip ball 嘅無啊，伊是啥個嚟 ，let's say 一個 celeb 有出名嘅人 support 伊人嚇，伊人嚟甲伊人講啊，嚟甲伊人 fundraising 啦。叫人 derma 學伊人啦，安尼物件咯。古瑞就少時啊，呢種，because 我特別講係冇呀。樣是一定 event 件啊，你 event 件 of course 是假貴啦 ，event 件頭行嘅啦，後尾冇物件，所以幫佢哋隻大電視機，係啦，幫佢哋 candidate 咯，佢哋候選人咧，伊就會叫人賣，就會直接講咯，直接講，係啦，佢哋 event 直接寫咯，寫佢哋 neighborhood 咯，係啦，有人行咯，有人過街咯，有人走去買物件。冇人管人嘅咯，後尾所以我係酷這邊啊，一規定車落入來，你冇去行時啊，但係人就是 mind their own business，係冇人管人嘅咯。咁直接講啦，講為咗這個小區啦，你咪拍片啊，我做到咩嘢要歸後咧，我就安怎，係啦，我都會有時當時用選咩嘢嘅時候，數嘅咩嘢，係啦，就叫一叫一壇咗，一壇幾個壇咧。伊就即個 restaurant，佢幾間 restaurant 就我一兩隻物件啊，係伊就即來咧，甲我行咧，甲我講你要倒伊一票，然後邊頭就講我外國人好不要緊，感謝你姐姐，啦，行走去，特別伊談，後尾伊談咯，伊叫，伊個快人倒就安哥咧，好笑。有四款啊，就隨意名，有四你款。冇解講下啫。我解講下。凱莉入來啊，凱莉，特別一開始，一開始凱莉車，凱莉車是住。你大啲。哦，講凱莉嘛。抹掉埋嚟。係咯。凱莉有時嚟聽嘅，凱莉有時嚟聽咱講話嘅。แล้วกูจิตเอาบูเป็นจิตเอาอันนี้อ๋อแล้วหลังแล้วมันกำกับแล้วแต่เป็นแล้วอูรันเนอร์แล้วอูจะจะมีอย่างนั้นเบโคก็กาโจแล้วแล้วจะเบโคกากีจ้ะแล้วรันเนอร์มาสิรันเนอร์ก็แล้วสิ用กากี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กากีลุยโจจะเลยมีการเขาล้างแล้วof course ก็จะสิยังcrowd fund ยังให้เปิดกี่ตัว啦即係本是應該嘅แล้ว響背只是嘅廿票就等於但係我換別講你票脫 KL 咧，係你 KL 嘅古人呢，啲 KL 會更對邊啲可能佢都就好聊嘅咋。樣笑好時咧，對於邊啲可能曳咁打嘅好穩掂。我唔知講我票換一隻是唔是？借車，借飛機，借船門嚟對嘅嚟講，係咧。哦，是咯。嗱，如果有在店，如果方便嘅話啦，我咪是希望講自己背段日本嘅爽嘛時候。你留住嗰度，無咧就是去 embassy 是幾好嘅咯，我 feel 你啲 embassy 做是，我 feel 就是幾 make sense 嘅咯。無你 embassy 嚟做物件咧，但是我唔知講你 embassy 人特啲人 Apple 4點半工是做物件嘅，啲嚟邊做物件咧，我其實會做嚟邊嘅工咧。是咯，特別 embassy 坎坷 ，because embassy 伊 office 真係細呢，伊唔知啊，有陣時會。embassy 都知啊，大是啲個 embassy 啊，係咧有路嘅位嘅人都未在了企穩啊 embassy。就係我人 Canada embassy 度咯，因為冇面是咪 embassy 係 consulate general 呢，一個是到 Vancouver，一個是到Toronto。embassy 嘅係你呢？但係你講啲 embassy 嘅係你呢 ？embassy 特別係啲 capital city。對。嗰啲本是 embassy 係點做嘅？But then滿是未爆嘅了，伊未爆嘅了滿啊，就講到一隻做咯，跟住做到 embassy 冇俾。太奇怪啦，太硬嘅數年係
冇人喺你人條旗 Anyway，嘛，是講你講冇你講人條背旗入邊，你知啊？明白？條本。我自己看了八條聲。你好似係 online 嚟咯，你好似係 online 嘅，伊人個了現在 highly secure 嘅 website 啦，都特別 online，係咯特別你即講你特別 online 協你自動上應驗有啲 IC 協上應嘅，你講什麼個資料，係咯，伊 approve 咗佢後，你自動訂，係咯 send，安尼款嘅啊，你好似係呢 online，其實日本是 online 咯，我 friend 同我講，我同我 friend 講嘛，我日本嘅朋友，伊講嚇，我覺得 online 嘅。我覺得是 computerized 嘅咯，而家誒，安怎人哋麻煩呢？online 是最好嘅咯，你是就用 handphone 本地使嚟投票嘅啊，最好是人哋講啊，無關你哋世界都一個所在。甲贏但問咯，題是未去咁對咯，所以我哋贏啦。誒，有時我覺得人嘅票嗰時，哇97% 咁有什麼嘢啊？係咯，選票本面是條點樣選嘛？一直 computer 選出來就係咧嘛。我講嗰啲票啊，半點鐘就選出來㗎啦咯。面兩個就去開啊，係啦，個面講 cross 你 line 就都滴掉就是有，滴冇掉就是冇，一直滴住你嗱 send 誒呢，你影成呢，嗱人係 utopia 時候，嗱人 ideal world，嚟拍生出嚟係冇 ideal 嘅。哎呀，我 feel 見咩嗬 ？actually 啊，馬來西亞本是 PH 本是白咯，歹勢，依個 PN 拍袂到咯，拍袂到咯。我看到樣嘅 result 啊，白鹿嗰邊冇清過嘛，我諗，哇，白鹿嗰邊冇清，你家住，你唔使當冇清醒咩？嗰邊冇清過咩？ PH 冇可能กับ PN merge 啦，下面ก็下面 merge 都唔知個，白鹿，下面冇可能。咱是特啊，咱人算估啊，咱是單調可能 betray 呢，特你算估啦，冇事，你算一句後，你單調，咪係你家住注意，好啦，啊，咱是單調樣 betray 人呢。我都咁唔知下面加下面 merge。我覺得我知道是懷疑，特別我下面去 BN 知道就差唔多咯。有特別有 BN 2.0嘛 ，BN 嘛 ，PN 就是 BN 2.0係嘛 ，BN 嘛伊亦2.0係嘛，特別 OK 啦，我到尾是總之做嘢啦，都人下面嘅對，做好啦。我覺得講冇用嘅，我覺得馬來西亞是冇用嘅。你就是講好像佢辦起來，我哋講東西 already 你 pass 到 already 起來過嚟招嘢去啊。所以當佢嘅大陣，佢哋就會成罐嘅咯，停嘅罐，成夠卡爆掉啲卡咯，爆個料嘅嚇。แล้ว有可能是未使用 Tinder 嚇。咪講安尼款無啦，我朋友yang大格蘭丹嘅，咁了曾經都就無安尼款，yang大迄邊界人無啦，啥無咪問題啦。你看下面，係咪嘅係啦，你啫？看你格蘭丹那邊來嘅人都冇咁嘛啦。因為有時你煎蛋麵啊，一部都30幾票，我覺得幾好笑嘅。你就係煎蛋麵是最嘛？你就係為住你講嘅麵啊？我知，我聽到人講人叫咩見嘅。我哋好啲市裏面上嚟講，嗰有30幾票，伊唔是講好料本嘅啫。呢個有30幾票。你講啊，那是我去係我名互人選啊，那是講我是美國人啊，啊唔係，是我唔是美國人啊。如果邊你學勁選就幾票？你邊你學勁嘅，我覺得你嚟選就只，because as long as 你出來啊，你講嘅物件是有道理啊，你唔是三八嘅啊，唔是起小見嘅啊，我覺得你會贏就隻票咯。你會唔會覺得對住本啊？係啦，對啦，特別，我是講 purely count purely 是完全是算 popularity 嚟啦，美國人在話嘛，23票咯，我係選到幾票？23咯，係你照咩？但我看到見咧 clubhouse 上面有幾人，個可能就17人嘛，差唔多。咁邊個唔是 clubhouse 就大人咁樣選到啊？你覺得give up未咯？係啦，會票嘅係。我人哋講咩？冇啊！嗰日你 clubhouse member 咪就唔使請幾人咧，有咁咩嘅？
Clubhouse 係 member 啊你，club 咪啲情 member。歸人，你900幾點我覺得是灰票啊，咁運咪酸啊，假牌啊，就是有啲衰啊。係咯，當今是啊，咱 already 是在講嚇，你個報告就係 result 啫。啊，我睇到 result，即叫 site，叫。如做完嘅 Astro 那話你打啦，叫一隻人鬥到就叫講嘅。得咯，我看。呢個係黑膠上面係點啊？阿วันนี้ YouTube 做啲咧，阿วันนี้ YouTube 當然但係啲叫做冷鬆嘅，特別依幾個大粒嚟咗，佢成日掟出嚟呢。哎呀，你真係衰！你佢有咩 YouTube 啊？佢 YouTube 啊？佢阿วันนี้ AWANI 阿วันนี้冷鬆啊 Building your online business? advertisement 上面做 ad 嚟。你冇用 premium 咩？我成個都係你女都冇用 premium。哇，有女住人講嘛有女啊？Hello， 你 YouTube 都冇用 premium 咩啊？冇。冇。8塊一個，唔10塊、12塊、15塊一個節了。因為我當時嘅咧，我 office 兩個禮半時就因為我講話，啱啲你冇講過咩？講冇用 premium 咩？講，哎喲，你嘅好嘢你啊！我講係咪好嘢？一個節10塊美金嘢咯，你但係咪講貴啊？嚇！你冇看 YouTube 啊？最貴呢一個節10塊。照看啊，未必照看。我有想袂，一個節幾塊？10塊、12塊嘅，你真係12塊係啊！一個節冇得12塊嘅你誒，所以我冇好12塊咧。誒，我冇講貴喎，講12塊啫。係咯，往時就冇啦。係咯，我當時算話啦，講下，特別都我未記咗，往時啲要啲你拍廣告嘅公司嚟做，往時台灣嗰啲拍廣告嘅做，係咯，往嘅 staff 是用 premium 買掛廣告嘅做。但係迄隻款什麼意思啊？佢隻款就是講贏啦。都是隻款。邊啊係格魯斯Parliament啊，就是叫我下。格魯斯Parliament冇一直俾貴起咧，一直俾貴起咧，好似條款，一直俾貴起條款咯，一貴起條款就是做 president 啊，係咪做president to form a new government？其實 form a new government 咧，伊咪是人經就做prime minister 吧對。對，所以當然是冇一個人是會貴嘅咋，冇一個會貴嘅咋說法。所以當然the only choice 就是第一關係一個。一出嚟咧，佢後一吹另外一個人講白 form 一個 new government 咯。because 你 form new government 嘅話，你學你就特別貴一條線咯。所以就是講未貴喺一條線嚟講，你就第你學你即係三四個人出，你會出嚟個人嘛同佢，喺你出嚟個人你學當然可能困難你，你話即係硬食嘅就是。即係當男，你人講好嘅啦，硬嘅啦，係咧個嚟個。啱嘅咯，嗱咩 actually 係 BN 2.0 嚟，人講當然冇一個是 form independently form 一個呢個咩啊，所以話冇一個嘅咋，所以那是有努力嚟，你係個硬嘅樹啦，嗱咩第管第等嘅一條一起嚟嘅話咧，你本是未 form new government 就一定要隨人白格到就。OK，佢哋叫做咩啊？佢哋叫做咩啊？行Parliament。No，當今日 result 就做1%，一塊 charismatic 就叫 host 啊！一講就隻物件啦，一啲樣嘅好嚟樣嘅嚟 office 邊件啦，一陣 steady 咗，我看佢咩啊？伊嘅 control 樣講嘅 information 咧，伊講到一陣 steady 一句嚟辦啊！我話齋嗰隻小人咧，我看佢，嗰隻小人，特別記咗個大粒人啦。我成日未當係一記他大粒嗰時，所以嗰時冇一隻人頭，一隻好看，一隻快生個you know 淡斑啊，tapi bu awak ni terlalu besar lah, dia panggil tahi apa ni? Tai lalat. Tai lalat. Ya, tahi lalat. Tahi lalat ada. 你家己講係咪 no more 劈劈係咩意思？Because 當晚我是 YouTube problem 嘛，然後等 reset 一隻 OK。哦，係你先啊，係咪劈劈咯？好了咯，一行佢嚟 office 行去行路啦。伊講話計 steady 計 natural 呢啊，啲 camera 頭整。搞 host。哦，伊真係搞 host 咯，一啲嘢，伊個真係 steady 冇伊標證，都講你冇緊張嗰隻，一啲有線嘅 vocab 出嚟啊嘛。
OK，so 人嘅 vote 是出咗嘢，等我看，問題問題同意。特別 actually 就少人 vote 呢，就係唔理先。你再就我哋面只少，依再就percent report 咯。我冇記，咱 country 是32 million 嘛，แล้ว唔知有幾 percent 啊？見名算落隻端出嚟啦，我都冇注意到，冇看到只後邊講算到幾點出嚟咧啊！真正少啊！今年成是我3-4點聽到，巴魯是50%人去揾嘅。50% 係好嘅咋，50% 半好數咗咋。嗰個啦，而家係40%幾鬼是80個咯，幾鬼是80%咯。對。嘛，差別香港貴。特別是較早咯，應該是較早咯。SBR yang 報告嘅4點呢，yang update 到4點呢，所以4點嘅時咧已經70%嘅人出嚟 vote 了。So 特別因為今年人嘅 voting 嘅人較濟嘛 ，because automatic registration 了個18%嘛，少年10%。so 古早嘅 GE14 嗬 ，total 人出嚟 vote 是12 million， 到算價了啦。今年咧到嘅4點咧已經14 million 出嚟 vote 了，特別是70%。所以特別啷知唔知伊 report 嘅啦，伊 report 嘅 result 接起咧是10% 出嚟啊 ，counted vote。真正這樣咯，應該差不多愛算了吧咯。哦，差唔多算了啦。誒，那冇估車啊。你個路線呢？春高你個路線呢？哦，個春高嚟嘅啦，就面是10年裏面春高嚟嘅啦。但是講係你當然是 BN 加 BH lead 啦，所以第一關嘅能力。還是加了人家幫，就so far 是 BH leading single 74 versus 63啊。That means 特別我就係特別你講係識嗰人冇人 hit 係你 majority， 咪是叫做咩啊？都得 majority 都除浸波蘭咯，呢個浸波蘭咯。或者香港你問你按照 next step 是按照。Campuran 就是講 form 隻 alliance government， 最 negotiate the top two 還是個了。So top one。有地姐嘛，harapan 會使喺參住最意思㗎。哦，你即係 harapan 是 top one 嘅話啦。let's say harapan top one 嚟講，伊對使經。到時你依度俾安怎嘅再講？你講經是你咗，伊係經攞晒你咗。你即講，我就是調啲麥個 PM 做朋友，我係經係你歸納你 Sydney 嘅私你。依度俾依個大概是俾咩？依大概是俾 hit 夠，佢就對算 number 啊，俾隨嘟得啦。會111。話你學呢個做緊係咩啊？我 simple majority 會使。攞都本嚟使嘅都就。我估講係咩122。要同劍醫是 total seat 是222嘛？對，at least 個一半 simple majority 是會使。所以特別是講 BH 擺地伊人聽經了就擺地字嘅伊那是伊除掉把 regulation 一解起來哦。technically 最本嗬。最本可會使，你是樣會隨着人加起來超過112。明白啊，明白啊。所以真正有可能是成個講，你是講2.1.0加2.0做隻 join 起來，伊夠人嚟講，根本是做 government 就對啊。對。特別做 unstable 個 country。因 behind the scene 同佢住啲講嘅電話咯。哦，咁唔制咯。negotiation illegal， 特別會亂咯，是講 let's say 啦嚇，harapan 也地姐啊，特別咧 government form 起來是係你地妹歸哪裡嚇，都會亂歸個 country，because 也地姐應該是做的government 嘅，做應該是 government 係講伊是 the last say 咯。 At least 有 represent 嚇，對 ，at least 有 representation 啊，特別亂就係 country 嘅 stable 就係，是講
啊，你而家俾自己個無做㗎，咁樣特別樣愛會使啦，特別是為咗 stability 樣較少，唔係講成個 ignor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啦，係成日講啊。對嚇。所以但是有賣水款唔會使嘅啦，是講能亂嘅啦。定制界到時一番咯，actually 定制界到時一番咯，定制界嘅 BM。party 是贏較少過另外一個 party 嘅 in the regulation 入邊。哦。BN one version 1 baca sasapui ni kerusi ni. BN tapi benda si BN 是 BN 1.0，咱人接落來幾十年嘅 BN， 伊有 BN 2.0嘛 ，PN 就是 BN 2.0嚟嘛。對啦，伊是 2.0 咯，對啦。特別有一物件，咱前面咱無講到，就是講啊，咱人話一個220個交易啦，222講啦，伊每一個交易嘅人數是無相嘅，嗰種。嗰啲票數是無相嘅啫，伊唔是講220個交易啦。如果你是500千嘅人經濟交易，你是20千經濟交易。我真正無公平嘅咯，伊有嘅人你可以排個伊去一個迄個所在，迄個所在是有。伊唔是對 population 啊，是對大家人啊。伊畫迄一條線嘅時候，伊畫咧線咧，即個伊規個區間，佢咧是50千人啦。伊特別去 persuade 50千人，有咧啊！伊去迄個金邦無路40啊，無路，或者200人嚟咗，伊200人嘅票就應搞掂嘅嘛，係啦，伊去對500千嘅人嘅咗。所以有les precinct 卡，有les precinct 嘅 vote 卡 valuable 過把les precinct 嘅 vote 啦，是講。Exactly，對，成個 US 嘅票係，伊是最高伊，你嗰啲 popular vote 別贏，你就贏高伊。所以有的人真正是好嘅candidate啊，有影真就有為人民做工嘅人啊，但問題是伊條排期一種啊，幾十千人嘅 city 咯，啊咧伊度驚啦，安尼算係伊快未過嘛，啊，伊度算係啊嘛，咧佢哋無路用嘅啊，樣排期一個咁半驚嘅，你識講500人呢？伊500人一直俾啲樣嘅事呢，你 even 特街口，你去 visit 去 process 樣啊，你本做會夠嗎？500人係嘛？其實真係無公平咯，即係一出來一樣嘅交易嘅啦，有隻係 CD 啊，你冇聽過伊名嘅啫。這就是 Calvin Khoo 啊。八條。哦，8條，快啲，8條。到底個考試？OK。嗱，你話冇估啊，咁唔知咯 ，PN71 嗰種，係啦 ，PH 冇到74，做3位嘅嗰種，3條已經能見。哇！當時特別by the time 當聽到一個 podcast 是110啦，就是咱110是咱已經在上面啊，有可能啊，已經在是就是人做政府。你 already 冇咪嚟寫啦時候。嚇！你是食牙Berita terkini hiburan sensasi 嘅啫。這是 podcast 是較我聽。變咗咪你先變咗成你國家戲嗰度。呀，我覺得 edit，我哋想到話 edit，我做心情都冇好啊咯。我想到話 edit。你別使你講嘅，你就係度講安尼啊，點知啦？我冇掉 COVID 啊，變掉 COVID 啊，你問國家你話。我哋即係就你先冇戲啊！你先變成你國家戲嗰度。問講嚟啫。伊是伊唔知是 West Malaysia 嘅 East Malaysia 嚟咋，伊是變晒你，或者講咱人嘅 Northern Malaysia 嘅 Southern Malaysia 分一半啊。問你啊，冇上面咯，一個叫做沙巴人沙拉瓦嘛，一是叫做沙巴，叫 New Country 沙巴。新加坡咧，選舉因為咱有內線嘅新加坡公平啊嘛，咱本來學見下面 group 嘅，因為再看咱新加坡嘅選舉是安怎，跟馬來西亞方面無相。無選過個。特別你知嘅咧，講真，你較識。特別我知嘅咧是樣正嚴嘅。所以這邊嗬，你若是無選到嗬，你就永遠無通選嘅。哦，所以你是 lose 無 vote 嚟講 lose right to vote。對，所以你無選到，你就永遠無通選嘅。所以樣是安尼嘅。你特特別選嘅啦，一百路選嘅啦。啊，百路選嘅。亦都好冇數格咧。
我是咁呢。特別讓選舉新加坡是選舉有 holiday 啊，好多時候嚟做到較方便去選。我唔知喎，講真，我有時唔知。哦，你會知道？亞洲冇啲好。會知道啊，特別去看會知道。這邊嘅選舉，人家只係贏咧，又冇亂，又冇係咪樣？我看樣咯，誒，都選好了，反正。因為冇咪係 opposition 咗。because open langgar intellectual 嘛，不像。冇 ，maybe 新加坡嘅政府只係嚴嘅數，你講話唔對，頭個都縮起啊，所以變做講過唔加79 versus 70。拉冷嘅。79。當然80 versus 70。80是 PH 啊？啊，對。從你就3票呢，就3嚟個 Rusi， 好勢哦，個村3嚟啦。特別，你video PH 有影會贏咩？啊，咱唔是講贏嘅，是講賺啲最票嘅，就是講賺啲最票，就當然是博白，人博白。Because 我講嚟講咧，等陣我八條講就成，啊八條講就。啊，baru kong ni I kong PH nya si baru if according baru number bolang nya ni.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แต่si to be กำลังหับจอกเลย so to be merge เลย so ขอแล้ว if ลูกเอียงจอเจลูกเอียงจอเจแล้วลูกอย่าเลยเสเลย join 嚟㗎啦 join 咯嚇 so if ลูกสู้พัดเจได้ดูตัวไปแกต่อเลยใช่ BN PH ใช่BN กับ BN join because โดยสิทธิ์ดูโบกามาลูกดูโบผัดกัน當今 BN กับ BN 嘅 number join 起來會到920咯。特別 BN กับ PH กับ BN 是冇可能合作嘅咯就。冇可能嘅，攞呢邊邊嘅，即係你攞你是冇可能嘅咯就。PN 有可能㗎，佢哋BN 亦有可能㗎 Barisan National 合作。Yeah, that's what I'm saying. PN กับ BN 咯。冇。B It's very hard because 應該啲車票被接嘅數，有冇數架車票？So 若是講亂看啦，若是講 PH 接啊，話 PH 啊，後邊 after 話你冚票嘅啦，你講轉曬舊年係嘛？你曬舊年冚咩時，隨記到起來啊，若是講 PH 嘅 strategy 被參加別嘅 coalition 是係咪咧？有可能嘅。馬爹，Sabah馬爹未了，馬爹是講嘢咧，馬爹就係耶路嘅咧條冇 zero，哦，一條都冇，OK，一條背路，一條背路了。แล้วก็ปาเลเลยปาเล coalition 是Sabah Sarawak coalition 係咩？Sabah Sarawak 咯，明係咪 GST 啊 ？something GRS 啊，yeah。第大咯 GRS 咯，我第一個是 GPS， GRS。講人健健拍電話啦，人哋俾健健拍電話咯，佢哋 BH 能搞噶啦，條健健 call 嘅，講我錄愛參啊，錄出聲，按了簽一個名，然後就會使 immediately 開 announce 佢哋 press conference 啊。哦，人哋俾關咯，俾關去 persuade 人咯。and for in terms of if yang di parliament GI PH 已經去 pursue GRS 啊 whatever GPS 啊，伊講我搞到白白合作起來，讓落嚟點晒你做起嚟先嘅 government 嗌埋。特別當今啦 strategically 看啦，讓成看伊 normal 平常時嘅 politics 嚟講，最加BH 嘅政府是第一有可能嘅合作嘅呢。唔講算 number 呢 ？GPS 咯時候，我講是 GPS 咯。對 GPS 嘅好似有嘅應該咯。有啱咩可能？特別當今報啱咪先特別啱咩啊？mutually benefit 嘛。啊，呢個比較廉潔想古仔咪是講繪本嘅，伊講面嘅就伊講可能是講輸油嘅話啦，伊樣伊嘅甲 BN 合作，伊樣咧執政外面講咗出嚟，我時邊就講啦。politics 裏面冇 forever 嘅朋友，冇 forever 嘅 enemy 一個講。特別佢哋講嘅是 strategy 啦嘛。
呢就是俾 form 嚟先嘅 government 咪跑另外做嘢嘛。都會你係可能經 majority 咯。咁樣合作咯，你安尼看下你成美國算起來嚇，美國係你攞黨嘅嘛美國，所以那是你算起來嚇，你安尼看合作嚟講嚇，你個有可能會淡薄你會睇到你淡薄 influence 去咋，你那是講就贏個了啊，係攞黨贏一黨輸嘅嚇，是得到是完全冇個了啊，你都愛做物件，伊是靠佢哋贏嘅人會學你就正嘅，你條合作誒 ，actually 是講白格登啊，伊會在條 reach 個了誒 party that 有贏到伊嘅 ，even 伊無屬格嘅人，伊冇學伊 position 啊，一類攞嚟 whatever 啦，proportionally 伊條學伊淡薄啦，伊個 form 一個 stable 嘅 government 咯，伊是講伊也是買參加咧，伊無屬格嘅人啊，是更好嘅，如果出嚟別人會。家己白格，家己 form 家己 government 都並未啊。所以特別樣會使，伊會使成個 lose confidence 嘅 vote 咧嚇，定到呢？實特啲英國嘅。You mean lose confidence？就注意 lose confidence。冇成講，你若是講樣參起來白格嘅啦。Vote of no confidence。嚇 ，vote of no confidence 就 means 伊個就 dissolve 政府啊。啊是冇伊個 prime minister 就會死落嚇伊的。Alice Sheraton move for that time no confidence. That time happened to secure Sheraton move for everyone vote for no confidence means that the more people is not trusting their prime minister also. Everyone has to go against the prime minister lah. I see. That's had to happen if only like the prime minister is selected. 他英國上啊，同結就之前嘅。對，像個 Boris Johnson 啦，叫咩Lindsay Truss 嚇，上。OK。伊人嘅 pattern。有你講咯，你人這邊。馬來西亞就是講差唔多咯，但係特別去看大人白格啦，冇可能講會有 majority government 嘅嘛人嘅。Okay, because I still think that BN 加 PN 是冇可能合作嘅啦 ，because the terms that they cannot fit or they go against each other. That's why 佢內 party 加搬開嚟 create 出嚟 BN 加 PN。特別都唔一樣，做類嘅。Of not they will be together 嘛 ，no 嘛。rumor 講到 BN กับ PN 是有可能嘅合作嘅喎。Harder is very hard because very hard. Zahid 係行頭嘛，Muhyiddin 係行頭嘅，安怎？攞力嘅頭咧定個。Zahid 行頭，Muhyiddin 就掉啊。Muhyiddin 行頭，Zahid 掉，你攞嘢安怎？特別係你 Sheraton move 合作咗，有時你踢波咯，踢一波。幫佢講。Sheraton move 嘅concur一擺都細細數 ，because after PH 贏 last time 嘅時候，伊人頭 one of the first rules 伊人做 anti-hopping law， so 伊人被做架打了，落去。Now it's even harder is because 冇 power parliament seat 冇夠嘅 power。你look at Sheraton move 啊 ，PH 人家了是 already really PH 人了，所以 Sheraton move。I mean， 直接跳過冇可能做對嚟啊，冇可能接住harapan嘅。So this kind of people is not there anymore. Okay. Well, not only that, it's law now. EMP 被 change the law, yes. Once you already registered with this party, 你是係你trả攞嘅，你被使跳 party 啊？跳啊！特別你使冇上 party， 上 party 係 my vote 嚟哦，my vote for 你個記頭。Yeah. What do you mean？啦，我做咩？ On that day, you are doing your voting is looking. Must vote? No, I mean not election vote. 我是想講你被 vote of confidence，vote of no confidence 是你使個 vote， 你個 party leader for no confidence。會使啊，真係未使。嚇，小咪是 A 咯，小咪是 A 嗎 ？But 伊冇安尼快 no confidence， you cannot jump。攞部 form 個 government。So 你看啊。
特別你講是你要講party嘅事嘛？伊是看 seat 呢，曉唔是看 party 曉定到時。你講你 Sheraton move 嘅事。我就係定到時 jam 嘅時候，咪你講我介紹我聽。jam 嘅時候，你先講你到底你 party 裏面你是 already automatically count 你 vote for 你 PM 咩條？Means one resign what just jump 過要 means not resign。哦，所以你特別 jam，你特別 jam 你個會使 consider as 你 vote of no confidence 啊。你先講你有majority 嘅 vote 是到底你個嘅 party A。party 咪咕，然後個另外一個是 party 紅咕，然後你 party 咪咕要60嘅是60%，然後 party 咪紅咕50，唔40%，特別你紅咕嘅咪咕嘅換 vote for 調起紅咕，所以同換 party，伊是換 party 是伊嘅。靠伊 party 嘅 affiliation 嚟算伊 vote，唔是講你只 put in 嚟 vote 嘅。冇。阿 John，我 explain 我你聽，你 misunderstand。講。伊人下股都是 election，so let's say 只個 party 咪股贏60%，60嚟夠伊，แล้ว個紅股嘅是40嚟夠伊，佢哋 majority 嘛是佢哋咪股嘅 party 贏咯對，แล้ว佢哋咪股嘅60嚟夠伊。let's say 10嚟跳起紅股，啊不 let's say 11嚟啦，11嚟跳起紅股，แล้ว所紅股所變的 majority party 對紅股變對，แล้ว的咪股變 minority，แล้ว伊 government 是 form based on 咪股贏嘛，但係伊人做個了跳過去，แล้ว當今所變紅股做 government 嘢都係。對，so that means it is by party 啦。That means it is by party association。冇伊人贏嘅夠伊。But it means still 有家己 coalition 嚟嘛？伊家己 coalition 嚟嘛？伊唔是伊，我是講紅股啊，美股冇上 party 咧。你等於是講哪裡是上隻 coalition 嚟啊 ？Because 當今冇，唔是。Because 你講冇上 party， 你是講 coalition 還是 party？ 你 mean coalition or party？ 是啊 ，PH 是 coalition 係唔是咩？Because 你南邊嗰個四嘅 party， 佢冇上 party 嘛對。對 ，correct。So 我嘅 question 唔是，所以我即係明白，我嘅問題就是講，那是講我當今袂使跳 party 啊嘛。伊表法伊袂使換啦，迄個伊樣譬如講 vote of no confidence， 唔是講你只去幫入你 vote 嘅，是看你嘅 original 嘅 coalition 嘅affiliation 嚟對。你特別換跳去幫你 coalition。你哋有政府咧，嗬，แล้ว有一個頭啊，你個會使 vote or no confidence。對，你先講有啊啦，你先講有啊啦。Let's say 講有 ，OK， 咱講到對頂到係 Sheraton 誒 move 掉 ，Sheraton move 係 already 有政府有咧有 PM 嘛，แล้ว伊人換 party， 唔是換 party， 換 coalition 係唔是？你使講 specifically 是最哦？係跳嚇對，係跳入另外一個 coalition。OK， 所以是 coalition association not actually vote 啦，所以你別使成個講。你想 self destruct 家己你嘅conflict of interest， 你家己嘅coalition， 你 vote against 家己 coalition， 你特別跳檔嘅會對。你哋跳檔應該樣是對話，你一嚟當佢哋 coalition， 第一隻教伊嘅做政府。OK， 我明白，我別再講看有人是，let's say 你講，但我人講袂使跳檔，就是 secure 啦嘛，意思就 means 伊人正是算。vote of no confidence 是伊是看你嘅 coalition 嘅 affiliation 唔是一二三咱係投去選過啦。because 你選過你使家己 sabotage 家己嘅了誒 PM。係你是。咁了是 secret 嘅，所以你會使選就最滿嘅。that means still 你使有迄個上下迄個後尾迄個即吹數嘅人咯。Let's say 講伊是 still 是 part of 一個美股嘅 coalition 喎，特別伊去選 vote of no confidence 係 secretly 是一直到選 against 伊家己嘅 leader 會哦。When 你講係你選嘅時，都是講 general election No,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M 嘅選。Vote of no confidence。阿再係未
講我冇 believe in So that means you prohibit 人 jump party 嚟講，you must still internally 係要吹數嘅人，you must still 會使買選好路啊。吹數，對，特別 still that party that coalition will still be the government，是講一頭換嘅，你知啊？都一頭換是 still 掉 from that party。OK， 明白啊。所以伊未講做緊是嘢亂，伊 still quite stable 嘅。coalition 上過啦，是講伊話伊，即係呢就是較上個英國嘅咯，即是上個英國嘅。對 ，correct。OK。是啦，咱就是對英國嘅嘛。我後邊是 but recently 係你查某嘅啊，講做幾日嚟啊。伊咪是上 party 嘅嘛 ，even Boris Johnson 落嗰時，伊做嚇 ，Liz Truss，even 當今佢哋咩啊？佢哋印度人嘅，Prime Minister，伊咪是上，Rishi 係咩啊？你記係咩？蘇納，伊咪是佢哋嘛，伊咪是上 party 嘅嘛。對，上 party。OK， 明白啊。哇來報告 just 5 minutes ago 呢 I think PH 是第關嘅啦，第幾你83，80，我哋 so far 80啦，80講啊，然後第 next one 呢？特別問題是你就點說？just few minutes ago 呢，伊80啦，特別你可佢哋每年出嚟學 speech 咗，伊是 PN 呢，伊學 speech 講 they will form a new government 咗，意思啦，我 feel 到啦，伊 already 有人發覺啦。PNE already กับ別人夾白夾啲啊，อันจะจิอายด้วยจ้ะ我發現咁你冇冇咧？你對面切圖咧，我都做冇用咩嘅了。美國啦是冇打咗，你日第一關你本是上本咗，你擺第二要去架，擺第三係白去做這個先咁樣，so what the fuck？ 對，就直接一人講讓 lost confidence with voting 就是人講你看到我睇驚驚 lost confidence with Malaysia 講。但係我同你講啊，是講啊，我同你講啊，你是講教嘅咧，佢哋第一教嘅咧，佢哋第一特調去，伊無暑假嘅人，伊們就合作嚟，我講，即係 good democracy 啦。even 伊無暑假人，伊們就 negotiate 出來一個 solution。我是驚咩就？你就 negotiate 啦。我驚講伊是見 negotiate，伊見 negotiate 了，但係伊無暑假嘅人，我家無暑假意思。所以冇人愛聽啊，因為那個說人嘅嘢賣。我就是賣，你明講我講了，冇一定 call 我了，我 already confirm 解隻 dinner 了誒，然後就去咯。但係伊們就 negotiate 㗎咧，第四、第五嘅，伊未使下落嚟第二、第三嘅，伊第二、第三嘅，特別愛做第二嘅嘛。vision 是見嗰條會啦。If vision 是見嘅話啦，伊就是看講同見見講，我家隨住合作咧做先呢個部分。但是 vision 是會嘅話啦 ，actually 啦。如果咱看到當今嘅 trend 係為咗少年人覺得是經下入班嘅咗，大部分嘅人覺得經下入班，係了少年嘅你 in the future 嘅 vision 嘅話啦 ，if 伊愛行長嘅路嘅話咧，應該跟下入班合作嗰條嘅。我 feel 到我啦，個人 feel 到。maybe 是咧，我都唔知個。maybe 特別嚇，阿龍差別會唔會？嚟，我本是想講少年嘅嗰啲是會下來班，但係我看了見節嘅 result 嗬，我感覺唔是咯 ，especially 伊哋新嘅運啲18+，伊哋班嗬，真正係唔是會下來班咯見節。我同你講有時候物件，咱人做錯嘅啦，我 feel 到接落來有時物件是真正唔對嘅，就是啊 ，BH 啊，讓有隻係 candidates 啦，伊規隻去做 ceramah 點先，免講 ceramah 啦，用 normal 嘅 social media 啊。因真正暑假去亂講物件嗰陣，伊就是去亂 religion 嗰陣。伊佢即個 religion 嚟講，咱人未使 become the next Taliban government。咱人未使學即係 religion 去寫啦。然後 actually 啦，啲 Malaysia 我哋講嘅 country 啦，伊唔應該有即係物件嚟講嘅啫。because religion 啦，伊是一個真 sensitive 嘅 topic 嚟嘅。你就再講，咱人 Malaysia 大部分嘅人出世就是 Muslim 了嘅，即係出世就是嘅就。你未使講we don't want to become the next Taliban government。即句安尼講啲話，你安尼講啲話咧，你會變做學別人嘅 web 反感嘅。所以
哈，我非得讲吼，人嘅 candidate 有只只啊，常常嘅就嚟講，我們不要啊成為回教國哈。你別使夾隻句話嚟講嘅，你就講咧，你就變咗是別人嘅 weapon 去啊就。但係當然講到政治嘅，咱就會講到對即係選舉就對所以特別咱們講詞入面講到當政治特別我特別 edit 就冇嘅，因為嗰時我就聽到我成日都俾 edit，我就咪做一個OK，邊啲學嘅做嘅一邊啊嚇。咱人未使啦，咱未講選安怎嘅就，咱人是。你選就住嘛，選就住咯。咱講快清楚嘅一個 edition 嚟就，咱冇講小牌。我是小牌先，我就去edit 位 audio 嘅แล้ว，準備去做嘅，我就只 DL 啦，當然。你唔是有一個，跟住聲了，你對頭嘅會接起來點？我會接，是講我就會去 download YouTube video，download YouTube video 佢就 edit audio 就叫佢就會 upload 咧 ，upload 佢就會 upload 佢佢就 download 就結束。係咪嘅？幫曬點樣做嘅啫？你就係幫曬嘛？哎呀，別我嗰度自己做OK 啊，到時講我唔知咯，到時攏聽到這個 episode 時，攏個知講就做政府啦，特別當今攏是我人report 掉啲先就是講 BN 一頭已經出嚟講樣嘢方政府。下日班當時被集咧會啦。冇，你講但係你講就出嚟報告，講每年已經出嚟講嘢做政府啊嘛。BN 啊。PN OK，so PN 是 already 已經講樣式做政府，即係有可能已經有partner了啦。咱唔知是裝個咯，所以舊家攏聽到這個 episode 時，8嘅時應該是在自己做政府啦。冇插住做政府本好，攏是對嚟選咪股，對嚟聽邊度學嘅嚟啫嘛 OK。แล้ว講個正式誒，你快啲嚟再見佢，拜拜大家，冇插路係咪政府咱就會自己歡喜就成，拜。誒，都冇事啊？See something wrong，等陣。咩冇事啊I know something wrong 啊，等陣喂，誒有等陣到啲 YouTube 嗰邊嘅人咧，冇插咗做政府本好到永定這塊冇聽，特正第隻超永意看第一選，第一 subscribe，第一看第一聽，然後我做很多錄音時嘅同啲。